亲爱兄姐，大家平安。真感谢主吼，今日天气渐渐伫烧热吼，即马嘛较好天吼，毋管是出日落雨、好天还是歹天，拢有上帝的旨意伫即个中间啦吼。感谢主。咱伫要做礼拜之前，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阮伫主日的早时，会当来到你面头前见你。无论阮是来到伫礼拜堂，还是伫线顶，阮拢同齐伫遮要来敬拜主你。阮要用诗歌，要用学乐，要用服侍，要用主你的话语，要听探主你的话语来充满伫阮的内面，互阮伫生活中间会当体会到主，你实在是疼阮，阮是有福气的人。虽然阮踮伫即个世间，有时会当着侪的困难，有时阮的生活中间充满侪的压力，互阮无法度脱出。主，阮着爱遵照着主你，遵探着主你的旨意，互阮的生活会当因为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底，阮的生活就要欢喜向前行。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要来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无惊吓，互阮会当赢过颠破阮下遮的所有的一切。因为阮知影，主侪的困难无法度隔绝你甲阮中间的疼。主，阮真感谢你，阮伫直接要来进入阮的礼拜，愿圣神来充满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你，用诚实甲心灵完完全全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阮伫你面头前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咱礼拜进前，咱提先来锻炼咱今仔日的诗歌。咱提先来看27首。27首，这首诗我主上帝是足熟的诗歌啦吼。这是瑞典鲍勃牧师伊所做的，吼，伊是咧描写讲着上帝第一节讲描写着讲上帝的创造，第二节是咧讲上帝的救赎，第三节是讲着属天的荣耀甲愿望。吼，这就是鲍勃伊牧师伊看到上帝奇妙的创造，佮感谢上帝，对上帝发出这个真欢喜的这个诗歌吼。咱嘛定定出歌啦，咱毋是出歌，毋是干那去旅游尔吼，咱嘛是发现着足侪上帝奇妙的创造吼，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侪吼，咱拢会当伫即个中间发现着主实在是奇妙的创造，吼，甲伊的大疼通伫即个中间吼。所以咱来了解即首歌的作者的作词吼，咱若唱的时阵，咱就实在吼，就会咧由衷的赞叹吼，安尼，咱来唱即首三节拢来个唱吼。我主上帝来，我主上帝。就那荣耀，你的伸手所做一切工程，看见星星，搁听见雷的响声，有着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呼噜上帝奇妙，你真伟大。出声，呼噜上帝奇妙，你真伟大。
的了解，上帝无想伊成就，前来世间替人类献生命，第十个殿甘愿替上咱做光，浪费惨死，予我来那愿望，我心出手，予路上的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手，予路上的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主配过来，三角的声在大堂，将我转去，天家快乐无限。我要献献，却比归人来敬拜，保佑上帝，我主已经伟大。我亲出手，予路上的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手，予路上的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家己本身我足爱这首诗歌吼，我感觉不管是看到这个世界的创造，上帝创造吼，啊是伫我生命中间，我拢感觉上帝是一个奇妙的上帝吼，为着疼咱吼，找着独生圣囝来到这个世间，所以我感觉真经真一首真好听的诗歌啦吼。因为今仔日有少年团去啦吼，所以咱过来唱一个迄个华语的，好无？一节就好啊，华语的诗歌。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做一切奇妙的工，看见心事，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宁可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宁可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再次宁可，我宁可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宁可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宁可唱，我宁可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宁可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好，我们再来，过来献306首。我的心，你着学了主。诗篇150篇第6节讲：囡仔有喘气的，拢着学了耶和华。这首诗歌是咱这个月月诗啊吼。好，
来，我的心里着雨落主，着雨落主也感生命。我的心里不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叫。搁一遍来，我的心里着雨落主，雨落伊是永感生命。我的心里不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叫。因为这首诗歌有较短，所以小等下咱伫礼拜的时阵，这首歌咱就唱2遍啦，吼。好，来，请咱备办心啦，进入咱礼拜。创造天的上主安尼讲，伊真正是上帝，伊创造地，互地有形体，伊互地坚固，伊做的毋是混沌，是要互人徛起的所在。伊安尼讲，我是上主，以外无别个。请咱吟诗来学了上帝，圣诗306首，圣诗306首。我的心，你着学了主，着学了主，荣光圣名。我的心，你毋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学了，学了，我主。我的心，你着学了主，学了，学了，我主。我的心，你着学了主。请咱唱2遍，请咱起立。我的心，你着学了主，着学了主，荣光圣名。我的心，你毋通袂记，
主，我的心你着落住，我的心你着落住，着落住阳光生命，我的心你唔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哦罗，哦罗，我主，我的心你着落住。哦罗，哦罗，我主，我的心你着落住。请坐。圣经，这是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担一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启用，咱来启用文第45篇，启用文第45篇，启用文第45篇，也就是以赛亚40章。至圣者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恁也捌看天，是上主。伊调集万军，算因的少爷。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以色列啊，你是安怎蛮样讲？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伊袂野，嘛袂生。野生的人，伊互因有关系。少年人拢会野生。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快乐，因为亲像鹰鸟体色飞悬。这是咱过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第27首。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我主上帝，我哪想就哪讲业，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工程，看见痴神，搁听见雷的响声，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阿罗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阿罗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请咱起立吟全首。我主上帝，我哪想就哪讲呀，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看见痴神，搁听见雷的响声，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阿罗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解，上帝无惜伊成行，找来世间，替人类献生命，伫十架顶，甘愿替创咱罪过，流血惨死，互我通去永远。我心出声，我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我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主的过来，三角的声在大大，叫我回转去，天家快乐无限。我要献上，谦卑跪落来敬拜，主我的血，流我要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落上帝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请坐。这是咱三家头来祈祷。阮的天父爸爸上帝，你是伟大的上帝。我们出声，学罗你的性命。我们感谢你，互阮伫今日有这个机会，来到你的圣殿，做伙来敬拜你。主，你是赐平安的主；主，你是赐稳定互阮的主；主，你也是听阮祈祷的主。就伫2000几年前，你为着阮世人的罪，受定伫十字架顶。当伫这个大灾这期，我们搁一届来反省，搁一届来回忆你为阮所做的。我们来学习主，你伫旷野40暝日。禁食祈祷，面对魔鬼的试探。我们思考，你为着阮行伫苦路、受难、受死。我们要搁一届这个时期来思考，我们伫7日的头一日。甲你同过啊！就对这，我也要特别为着文山教会、甲阮的教会、万丰教会献上阮的祈祷。150几年前，你的罗卜将福音的种子传到伫这个岛屿。伫目沙这个地区，阮得到定军，得到大长。求主，你互阮通透过阮逐项的活动、逐项的装备，搁一届来将福音的种子传播互搁较侪人知。无论老人共产。成人主教、白话字、洗礼前的信仰课程、野外礼拜、儿童主教的访问交流、少年妇女的春游，阮乐将阮教会的活动交代伫主你的手中，凡事拢通荣光你的名。主，这时
那阮伫圣殿摆设这个祭坛，求主你安静阮的心，清净阮的灵，互阮搁一摆伫遮甲你相拄。这时，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的圣名来求。阿门。咱来共读一段圣经，记伫创世纪11章第1节到第9节。圣经创世纪11章第1节到第9节。迄时天的口音、言语拢一样。因刷去当时的时阵，伫示拿地拄着一片的平洋，就住伫遐。因大家参详讲：来啊，咱着做砖。烧互伊食，因有砖通替石，搁有石油通替火土。搁讲来啊，咱着起城甲塔，塔着拄天，为咱立一个名，免得咱四散伫全地。耶和华降临，要看世间人所起的城甲塔。耶和华讲：看。遮个百姓拢合一，言语也一样。现今已经起手做这个事，以后因所要做的，无一项会禁止。来啊，咱落来去，伫遐拍乱因的口音，互因的言语大家袂相通。对安尼，耶和华互因对遐四散伫全地，因就停工。无去迄个城，所以迄个城声名叫巴别，因为耶和华伫遐拍乱天的言语，耶和华互人对遐四散伫全地。以上，献诗，这是咱请少年团体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奔跑不放弃。
讲道，今日要讲牧师要讲的题目是四线的人。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的上帝，我感谢你，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拢甲阮同在，帮助阮，互阮伫生活中会当伫你的恩典的内面，搬过一切窒碍，享受对你下来的平安甲喜乐。这个时刻，阮组织伫圣殿，阮领受你的话语，要来成做阮灵命顶面的美娘。愿主你亲身甲阮讲话，愿主互阮会当明白你的旨意。愿将以下的时间，恳求信心来引带，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昨暝咱敢有看野球？真刺激吼！咱看到迄个野球伫台中的迄个野球场内面吼，哇，组织真侪人吼。迄个声势，迄个外国迄个球队的总教练就讲，吼，因会受到影响。一群人组织一做伙，其实拢有为着一个目的咧做。所以伫咱的生活中，组织甲分散。拢不断伫咱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咧出现，每一届的组织，每一届的分散，敢若一个循环共款咧进行伫咧。咱想看觅咱昨，也是讲今仔日早起甲当，你一天的行程是怎样呢？譬如讲，咱今仔早起有人较早来，咱就入去菜市啊，看到真侪人伫菜市啊内底，拢为着一个目的。就是要买菜。当咱伫周间的时阵，有人去到公司上班，就甲咱的同事组织做伙。咱讲咱的青少年去到学校，是甲因的同学做伙咧学习。今仔早起，咱组织伫教会内面，咱是做伙要来敬拜上帝。咱每一届甲无共款的人做伙组织的时阵，其实拢有一个无共款的目的存在。然后，这个目的达成了后，咱就分散，因为咱要往后一个咱要去的所在，咱来向前行。组织甲分散，敢若是一个循环共款，伫咱的生活中不断咧进行的。伫圣经内面，咱看到伫第10章、第9章，伫大水了后，迄个经文咧写到即个拿阿的即个规个家仆了后，伊对咧更顶面来敲出讲，迄个所有的民族因的即个演说，以及互相中间的关系，咱看到伫顶礼拜咱讲的。所有的子孙都是对拿迄个系统出来的。伫上帝创造的开始的时，其实上帝照着伊所想事的即个福气，而且照着上帝委托，互咱人会当管理伫即个世界。毋那是安尼，毋那是管理尔。要互咱所有伫即个地面上一切所食的受造的即个物，会当得到一个发展。不过，当人确定生养侪的时阵，四散伫逐所在，看起来敢若无关系，总是彼此需要互相有一个联系。而且爱忠实伫上帝旨意内面，所以当大水了后，上帝用所有人类来保证讲，伊袂阁用迄个毁灭的行动来毁灭人甲即个地面上所有的活物。上帝是一个无条件甲咱所有的活物来立约，所以伫大水了后的应允。这个应允是期待所有伫这个地面上的受造物，会当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所以，这个故事安尼咧看时阵，应该是一个真幸福、一个真平安、一个真喜乐的一个生活的状况。总是这个时刻出现了巴别塔这个故事，就将大水了后这个真平静、看起来真幸福的生活，敢若一个乱流共款，出现伫人类的历史的内面。伫这个故事的内面，人到底咧想什么呢？那对圣经的记载，咱看几本的圣经的记载的内面，这个是一个真重要的转折的一个点。当拿阿的子孙四散伫逐所在，讲这个所有子孙拢是对拿阿所出的，所有的人所讲的这口音、语言，以及因所有用词，拢同款。就是讲全地的人类，拢敢若用一款的语言伫地尔。不过伫迄个时刻，虽然伫逐所在拢有人徛起，总是即个徛起的方式，是用一个敢若游牧民族四过咧行的一个方式咧生活咧进行咧。每一站仔就爱牵线，牵线了后，上尾来到一个巴比伦的边缘的一个所在。这个所在看起来是真适合徛起。所以，这群人就决定，我们徛起伫这个边缘的内面，定居伫这个所在。无偌久了后，侪人聚集，敢若大家拢来到这个边缘，住落来。这个边缘其实就是这个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冲击的平原，伫这个所在。其实欠缺着石头，因为无法度用石头做一个建材，所以因只有厝迄个所在有的物件，要来起这个厝。愈来愈侪人伫地，有人讲，若呢咱用迄个土粉，甲捏做这个砖仔，将这个砖仔角来起厝，不过用土粉，煞无法度真正来起。所以，就想讲，爱将这个土粉内面这个水分爱甲排掉，互这个砖仔会当较定，然后就会当一块一块贴起来，来做这个墙，来做这个厝的一个真重要的瓦壳。就厝的顶面下骹边啊，然后用迄个石油来做这个黏的，甲这个。砖仔角连做伙，那呢，因就有厝，通好抵挡这个风雨，抵挡这野兽的攻击。因就毋免阁住伫即个布边的内面，嘛毋免真正伫迄个每一个一站仔落来牵线，真正住伫即个边缘的内面。咱想象一下，一间厝起来。渐渐形成一个部落。咱想，咱早前咱伫开元街这个所在，迄个时阵可能这条街啊边啊，敢若两边有厝尔。渐渐咱看到即马，咱四过大楼一栋一栋起起来，一栋一栋起起来了后，渐渐变到一区一个城。人看到因手所起的这个厝体，伫即个边缘的内面，所以因感觉真骄傲。因彼此嘛互相咧讲安尼，咱继续爱来做一项更较大的事吧。所以因就讲来，咱来起造一个城。即个城的内面爱有一个塔，即个塔爱真悬真悬。一直到云的内面，人咧想的是，我见到这个塔，真悬的塔，是要来显明家己的名。这个重要的是，互因袂当阁四散去到世界各所在。这个塔真悬，
因要做甲通到天迄个所在，关塔探天，是当时的人的一个愿望的表现。天伫迄个古早迄个正当的文化的内面，是一个神明所徛起的所在。所以当时的人可能咧计划一项代志，就是要建造一个关塔，会当探天。但是更较有可能的是，因要起这个探天的这个关塔，这个关塔愈悬愈好。这个意义是，因要达到神明所徛起的所在，互人会当甲神明同款的地位。那呢？这敢是人真正要伫的吗？人所要伫的是甚么呢？伫现今，我毋知大家知影讲，伫咱所徛起的这个世界中间，世界第一悬的关塔伫倒位？毋知大家有知影无？世界第一悬的关塔伫倒位呢？这个摩天大楼。其实四国拢有。过去伫咱台湾，这个101摩天大楼，伊捌是真短时间是世界第一悬的。即马呢，排伫世界第11名，表示讲后来有真侪大楼起起来，拢比101较悬。即马世界第一悬的是。伫杜拜的这个阿里法塔，有828公尺，遮尔悬。可能伫了后，过几年，伊会互更较悬的关塔，这个大楼所取代。有可能是1000公尺、1300公尺，拢伫这个阿拉伯迄个所在。伫一座一座关塔的内面。咱除了看到这个现代建筑的这个技术，也是安怎来起的方法，也是所用的这建材，伊是一直拢在进步。咱教会边仔即马有2个工地，这2个工地因的起法，因的用的这个技术拢无共款。我逐工咧看到咱隔壁这栋愈来愈悬。将咱的迄个真水的迄个咱讲的视线、风景，拢甲炸掉呀！而看到迄边嘛起起来，两边的起法无共，总是伫咱咧起造遮个关塔的时，就是讲遮咧起造的人，也是要起造即种真悬的大楼的国家，因咧追求的是甚物呢？因咧所想的是甚物呢？我看到一篇伫2016年 BBC News 的一个报道，伊咧讲即个摩天大楼的悬度，到底什么时阵即个竞争才会结束呢？伊用纽约即个世界贸易中心1号大楼，即个大楼是伫911了后重建的，所以因就咧反省即件代志。伊讲，即个大楼伫2014年11月开始用。即个大楼其实对美国人有一个真重要意义，因为伊真正的悬度是1776英尺，遮尔悬。即个悬度是要纪念着伫1776年美国的独立的宣言，所以就将这个成做因真重要一个精神顶面的象征。不过，当我看过无共款的报道了后，当我咧研究为什么有这么多大楼咧互相咧起起来时阵，每一个大楼咧起的时，拢有无共款的原因、无共款的理由伫咧。但是我认为其中有真重要几个原因是。因要互相竞争，因要来展现因家己国家的这个经济实力，因咧表现因有这个财富来展现
因国家有一个国力伫咧。那呢，对着即个真大每一个大楼来起起来时阵，大楼拢真悬。我有时早起带阮囝去到象山捷运站要坐车时，那天气较无好，102就看无啊，因为拢伫云的内面啊。大楼伫云的内面，迄就是人的野心甲欲望的一个展现伫咧。对今仔日的经文来看，人自己起关塔，掠关塔做一个中心，要将这个关塔来取代上帝，成做众人所仰望的一个中心。照着这个关塔，人想要甲上帝同齐做伙，想要证明人有这个能力，会当甲上帝徛起。伫迄个悬的所在，其实真重要的是，人想要照着安尼去抢上帝的权力伫咧。耶和华知影，所以耶和华上帝伫即个时，甲对天顶降临伫地面上，伊想要看人所起造遮的城甲关塔。耶和华降临。伫即个所在有一个真对比的一个意思，就是讲有一个很讽刺的意味，就是人想要起一座会当探天的关塔，总是耶和华上帝，抑阁是爱降临，才我都看到即群人因所要起的遮个关塔。上帝清楚嘛知影人的想法。所以上帝讲，因拢是同一个民族，因即摆所讲的语言嘛是同款的。因即时咧起即个关塔，是因开始咧做的代志。现在因若想要做任何的代志，那伊互因会当若互因继续安尼做，就无啥物代志会当阻挡因啊。上帝出手啊！上帝出手伫即项事的顶面，若无上帝任何的作为，人伫将来就毋知会做出任何什么款的代志。就是人会对着家己的迄个意思去做迄个背离上帝的代志。所以上帝决定，伊要出手来伫即项事的内面。上帝来到因的中间，要将因所讲的语言变乱，互因无法度沟通。伫传统顶面，会将11章第7节翻译做因的语言彼此未通。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因无听彼此的话。但是咱若甲翻译做了解，就是咧讲。迄个里面顶面的意思是彼此无法度了解对方所讲的话。上帝将因对迄个所在分散到世界各所在去，因就停止建造迄个城甲关塔，因为上帝伫迄个所在变乱了，因伫全地所有人的语言。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交了，其实当咱咧讲语言的时阵，咱是透过语言中间咱所讲的这音调的关系，咱透过咱所讲的这内容，同款的字，同款的一句话，透过无同款的表达，会将咱个人的这欢喜、快乐、哀伤。等等，遮一切情绪会当表现出来，所以咱爱思考的是，讲话是要互对方、互人会当了解你所要表达的内容，你所要表达的意思。那呢，有甚物款的方式会当互咱人真正会当听到彼此所讲的？有甚物款的情景？咱所讲的
互对方听袂到，也是讲伊听毋知影你咧讲啥物咧。语言是咱人彼此最沟通的一个真重要的工具。这个工具，互咱会当伫表达的方式的时阵，互咱会当透过语言，成做人咱组织，成做一个社群的一个方式，嘛决定咱人互相关怀。当然，这个中间嘛有讲到这个权力，也是讲话语权的这个所在。所以讲同款言语的人，真容易组织做伙，因为语言嘛会当形成一种认同感。有一句话讲：“他乡遇故知。”我对这句话我有真深的一个感受伫咧。我伫去美国的第一年的时阵，迄个周围的生活的环境，拢是咧讲英语，拢是咧讲我爱真用心、真用力，我才有听有的话。所以伫迄个所在，我若听到华语，就感觉真亲切。若是听到台语，哇，迄个心中真正是真激动。伫异乡，伫他乡遇故知，就是迄个当听到家己真熟的这个语言的时阵，那呢，伫讲同款言语的人，因会当组织做伙。所以有时我甲迄阵伫美国，甲遮讲华语、讲台语的人组织做伙，我会袂记得讲我迄个时阵伫美国。我相信，咱可能伫咱的生活中，咱有几个好朋友。我相信，咱有一寡好朋友，咱会组织做伙。有人讲，迄是臭味相投啦。我在想，这是因为你是这款的小的团体内面，彼此中间的互动、讲话的方式，对方拢会当明白你所讲的。你嘛欢喜伫这种团体内面，互相对待的气氛，互相对待遮所讲的一切事。所以呢，你就不时会组织做伙，因为当你每一届伫你所欢喜遮甲遮个人组织的时阵，组织了后，你的心灵拢感觉真放松。各位兄弟姊妹，当咱每一届的组织，当咱每一届的分散，无论咱组织的时间是偌长偌短，无论咱分散了后，咱的时间是怎样，当咱在组织其中，拢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这拢是伫上帝安排甲掌握的中间。咱参与伫无共款聚会形态的时阵，咱想，咱拢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爱完成。共款，当上帝咧分散咱每一个人的时阵，上帝嘛有伊的心意伫咱的内面。对今仔日经文内面，咱看到人决心要建造这个关塔，想要进入到上帝的展处的内面，想要互人会当组织做伙。伫经文的后面，咱看到上帝决心要将人分散。有人讲，这看起来是上帝一个处罚，总是这是上帝早就定定好的计划伫咧。第11章第4节，人的计划是无要分散。第11章第8节，上帝的作为是要爱人来分散。第11章第9节的上尾讲到一个结论，就是上帝将人分散。分散这个字伫这个内面，互咱看到人惊吓分散，因着采取一个行动，要来阻止分散
即个代志临到因的身躯顶。上帝反对人要自治的意思，要将因分散到逐所在。人行行分散，是咧抵抗上帝创造的目的。人无想要分散到世界逐所在，因为咱人留伫即个同质性真悬的即个团体内面的时阵，咱有一个安全感伫的。咱留伫一个甲咱同款的一个团体的时阵，咱会感觉受到一个保护，受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形态的内面。所以今仔日经文咱看到是管他，也是这个城市的人，因努力为着家己的利益，合作一个坚固的团体。这个团体是要来抵抗上帝要将因分散这个作为。其实四散到逐所在，是上帝的祝福。咱对创世纪第1章28节内面，安尼讲到上帝祝福福因，佮甲因讲：恁乃生养济济，遍满全地，治理这个世界。四散到逐所在，是上帝的允准甲旨意伫咧。四散到逐所在，是上帝对这个世界计划的一部分。不过，侪人咧看到今仔日的这段经文的时阵，拢看到讲人咧起这个关塔，上帝将人四散到无共款的所在，目的会看作是上帝的处罚。咱咧看到伫圣经内面，毋是定定甲咱讲爱合一吗？那呢，甲这段经文是毋是有冲突咧？上帝爱咱的合一，是爱咱全体人甲上帝立约，而且敢若会当甲上帝立约尔。所以咱咧回应上帝，咱咧仰望上帝所享受生命这个困难。上帝要将人分散，其实这个分散，咱若看到圣经内面的记载时，是上帝将人分散到无共款的所在时，交予迄个地顶面的遮个领导者，爱遮个领导者，互人的性命得到培养。遮个领导者爱关心来照顾这个世界每一个部分。互每一个有上帝形象的人，互每一个世界遮所受造的物，拢会当真生产丰富，一代搁一代。所以我无认为讲无共款的家族、无共款的口音、无共款的这个国家，因所讲遮无共款的言语是一个歹代志。我无认为因安尼就是受到处罚，无顺服上帝结果。因为我看到的是，这是上帝的祝福。四散到逐所在，无共款的口音，这拢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上帝允准有这个无共款，我想，这是咱人爱将所有的一切。拢归伫仰望上帝、回应上帝顶面。当人四散分散了后，若是无上帝旨意甲意向，人想要合作伙，迄是无采工的。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毋是咧单纯讲迄个分散，因为咱已经了解分散。若毋是上帝处罚的行动，就是上帝拯救的行动。嘛毋是咧讲迄个合一是上帝旨意，嘛有可能是上帝咧嘛有可能是人咧反抗上帝旨意的一个行动。无论安怎，合一也是分散，拢有可能，互咱人会当变做敢若有顺服，也是无顺服的这种形态。总是咱来看这段经文，要甲咱讲的是，这个世界敢会当照着上帝这个充满喜乐、欢喜、自由，咱
咱会当响应上帝，咱会当照着上帝旨意来互相关怀这个旨意。上帝分散咱人，是要来建造上帝掌权的这个世界。所以，世界咱就有上帝旨意的这个合意的中间，以及伫上帝意象中的这个分散。所以，咱袂当对这个分散做高一方面的这个解说，那呢会否定上帝爱咱回应的代志。各位兄弟姊妹，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一个真重要的目的，互咱对这个世界看做侪无共款的民族、无共款的语言，拢同徛伫这个世界内面。这是上帝的祝福伫咱的中间。虽然咱看到最近真侪 AI 咧讲到未来会取代一寡代志，总是咱人拢伫上帝掌权的内面，咱分散，才当真正成就上帝的祝福甲应允之地。自责、分散，拢伫上帝掌权的内面，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你听阮，你看顾阮。当阮每一届自责的时阵，阮同心敬拜学了你的名；当阮四散的时阵，阮用阮生活的行动来回应你对阮的旨意甲听从。无论怎样，阮知，阮的每一届自责，阮每一届分散，拢是伫上帝你的保守看顾内面。愿阮今仔日自责伫教会内面，阮来敬拜你；愿阮四散了后，阮去宣扬你对阮个人所做一切遮美好的恩典的工。互阮的自责，互阮的分散，拢有一个真荣耀上帝你名的这个行动。愿主亲身看顾，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唱诗歌来回应上帝话，圣诗第160首。圣诗160首，诗曲我需要主，诗曲我需要主，极大慈悲，就听我主的声，就会欢喜。求主应验我心内，诗曲甲我伫地。我羡慕这号福气，我来就你。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诗曲我需要主，极大慈悲，就听我主的声，就会欢喜。求主应验我心里，诗曲甲我伫地，我希望一号福气，我来求你。诗曲我需要主，你若君我，一日拢无快乐，通袂夜我。求主应验我心里，诗曲甲我伫地，我希望一号福气，我来求你。诗曲我需要主，无论如何，求你甲我无你，才有安乐。求主应验我
心里，时刻甲我伫地，我希望只好去，我来求你，时刻我需要主，一生一世，亲爱做你的囝，孤单无边，求主用点我心里，时刻甲我伫地，我希望只好去，我来求你。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坐。报告大仙，咱请来念今日的金句，咱来念2遍。总是你着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你得到大基业的快乐，是伊予你，要将伊所对你的列祖咒诅的约，亲像今日的款。申命记第8章18节，总是你着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你得到大基业的快乐，是伊予你，
要诚做伊所对你的日主救助的约，亲像今日的款，申命记8章第18节。请咱看到周报第3面。后礼拜的献工分担领唱献歌队，司礼偏调良执事，司琴黄慧娟兄弟，献诗是谢倩甲玛娜团契，司献张文心执事甲施新宇执事，招待张恩新执事甲陈素娥姊妹，音控施浩轩甲周丽娟，来州拜三的查经祈祷会，主理是柯牧师，司会是曹明祥执事。好，请咱看到第4页，第6页，咱的报告事项。第一项就是2023年，咱的野外礼拜伫4月15到4月16要举行伫宜兰。请到1楼的柜台来报名填写资料。会使即个黄文宏长老甲张恩新执事来缴费。因为咱的行程吼，顶礼拜有公告一届啦吼，这礼拜佫有更正过啦吼，因为落尾有一个要去礼拜日下晡要去大溪渔港这个行程吼，改做要去淡大溪泡脚啦吼。讲好听是伫大溪泡脚啦，其实讲大溪要购物较有所在啦吼。所以咱即摆行程小可有改吼，所以第9页请大家小可注意看一下。第2，成人主日，今日下晡7点到2点，下晡7点到2点，咱有成人主日。课程的主题是务实的主义，务实条。主义者啦吼，菲律哈，要介绍这个是全嘉玲老师，咱伫地下室1楼，有比餐。第3，洗礼前的信仰课程，本主日下晡7点到3点有这个洗礼前的信仰课程，欢迎准备要洗礼也是更新的慕道友来参加。第4，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后礼拜就是3月19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请咱兄弟备办心。第5，儿童主日春游活动，儿童主日定伫3月19，要到二丁堡教会进行这个主日的课程的交流体验。下晡要到新竹的老郭农场访问，请大家关心甲带到。第6，双联妇女团契春季的佚佗要请参加的兄弟伫3月15拜三上午8点。伫文山教会开元街甲木新路口要准时出发。另外一个活动通知，这个活动叫做信仰大不同吼，同行者，这个是咱教会几个有志的青年要特别为着其他的青年来备办的一个活动啦吼，是伫3月18拜六，早起是10点到下晡的4点半。这欢迎介绍少年的朋友来参加。第8点，咱新春的相片已经搭伫公布啦，若要加洗的人是一张150块，咱公布啦，迄张就较细一寡啦吼，较实细是 A4 尺寸，所以小可会佫较大一寡，若需要来请兄弟来去登记。第9点是受难日的联合礼拜。咱东山区的受难日拢有联合礼拜，即届要伫咱教会来举行，所以伫4月初7，就是礼拜5暗时8点，要伫咱遮举行受难日的联合礼拜，已经足久无来咱遮啦吼，所以请大家来支持参加。第10点，伫3月18拜六，牧师要参加台北中会甲社会部伫三甲教会举行的三甲沿山生态的旅行吼，佮参观三甲教会的礼拜堂，咱嘛为着这来祈祷。其他集体交通、教界消息，这有28个特别活动，请大家来支持。今日无先来吼。好，牧师有要补充报告。咱来念
尾边的诗，圣诗396首，吟诗煞，咱请牧师为咱祝祷。请起立。踏遍山会求主赐福，好愿心中上快乐。大家家人亲爱辅助，欢喜滚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永更宽平归主生命，总愿心志免惊吓，真理传播百倍修成。世界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大起做光景，教会分享对阮做起，所受灵魂那加添。阮的心求主帮助，哪句哪知阮无限。阮的无限，阮的无限，孤灯充满通世间。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盼望甲救赎，信心甲咱同在扶持帮赞，甲咱正人之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别倒。咱彼此请安。